新闻一开始，先看国会这款修法的复议案，你看伊表决无过，民进党党团总调郭建明今是提出释宪声明书，讲会赶紧送出。也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批评民进党干那会晓甲人抹红，民众党的主席郭文哲嘛同款批评，讲赖总统家己识三大委员会，这就是国权。 一个一个甲支持者第一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23套3到高雄为第三届国会改革说明会宣讲，因为民进党秘书长林佑昌等人批评南北两党是伫配合中共演出。朱立伦应民进党换这位讲的甲做的都无共。林佑昌不要忘了，你们这些前辈们都说，如果再讲违宪，再讲抹红，再讲所谓的配合北京，那真的是太堕落了。 南北立委联合推萨国会职权法案，那为罗志强爱大法官卖做民进党的国门狗，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批评恶质、乌白经体，提已经传好的释宪申请书，强调会赶紧送出去。林世明昨天也讲过嘛，他说大盘要最大，我看的就预算予以删除，这极尽恐怖的威胁嘛，代表什么？他们知道自己违宪嘛，很怕释宪。 郭建明批评南北对抗宪法大法官，都是伫做中共的附随组织。面对国权危险的批评，民众党主席郭文哲呛赖总统，伫总统府成立3个委员会，才是国权加制造对立。你要成立3个委员会，好，以后谁要决策吧？决策是谁做的吧？那谁要负责吧？这个先讲清楚哦。你到底要怎么运作？你成立的委员会是要做什么？ 若是民团发动青鸟行动甲民代罢免日，传出国民党团按算修选罢法，提高罢免的条件来反制。朱立伦表示尊重党团的决议，若是民众党是毋是赞同，郭文哲暂无表态，强调以民生法案优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